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小轩多看了一眼。小轩是一个很安静的小朋友，他不是最爱说话的那个，却很会注意别人的表情。老师常说他观察力很好。小轩不太懂这是什么意思，他只知道有时候他会发现一些小小的变化。那天早上，教室里很吵，大家在聊天找作业。小轩坐下来整理书包时，发现后排的阿哲一直没有抬头，不是那种在睡觉的低头，而是整个人缩着，手紧紧抓着书包。小轩看了一眼，又看了一眼。第一节下课，大家冲出教室。小轩慢慢站起来，却发现阿哲还坐着。他没有哭，也没有说话，只是一直看着桌面。小轩没有马上走过去，他记得大人说过，如果你觉得不安全，就要离开。但此刻他并没有觉得害怕，只是觉得阿哲好像很难受。他站在离他有一点距离的地方，小声地说：阿哲，你是不是心情不太好？阿哲没有回答。小轩没有再说话，只是坐在附近的位置。他没有碰他，也没有追问。过了一会儿，阿哲突然用很低的声音说：我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。那句话很小声，却很重。小轩愣了一下，不知道要怎么回。他只说了一句：听起来你好像很累。阿哲的肩膀抖了一下，他没有看小轩，却说得更多了。我一直被说不对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办。他的声音开始变得快，情绪好像快要满出来。小轩心里有点紧张，他知道这不是他一个小朋友可以处理的事。他站起来对阿哲说：我去请老师来好吗？这一次阿哲点了点头。老师来的时候没有立刻问很多问题，老师先坐下来，让教室安静。他说：我看到你今天都没怎么说话。阿哲没有说话，只是低着头。老师没有逼他。老师说：没关系，我会在这里等你准备好了再说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阿哲才慢慢开口，不是一次说完，而是一点一点。老师请了辅导老师一起来，也通知了家人，不是因为阿哲做错事，而是因为他需要帮助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阿哲有时会离开教室去聊天，有时会坐在靠近老师的位置。他还是会不开心，但不再是一个人。几天后，
阿哲慢慢变得不一样了。他有时还是会不开心，但他知道有人愿意听。有一天，他小小声地跟小轩说：“谢谢你那天没有走开。”小轩笑了，他说：“我也只是多看了一眼而已。”回家的路上，小轩牵着妈妈的手，他问妈妈：“如果我那天没有问，会怎么样？”妈妈想了想，说：“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怎样，但我们知道关心永远不会是错的。”那天晚上，小轩画了一张画，画里有2个小朋友，中间有一条小小的线，那条线不是墙，是一双温暖的手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世界上有些人会笑，也有些人心里正在下雨。你不用当英雄，也不用自己解决所有问题。你可以做的是多看一眼，问一句，找大人帮忙。也许你的一个小小关心，就能让别人知道他不是孤单的。新的一年，愿我们都学会温柔地对待彼此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频道或分享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！新年快乐，拜拜。